日本央行喺政治壓力下，正係考慮放寬貨幣政策刺激經濟，令日元匯價由升轉跌，重返105對1美元嘅水平。有市場人士預料，對日本央行出台龐大嘅刺激計劃嘅期望，將會令到日元匯價喺星期五日本央行發表政策聲明前後大幅波動。歐元對美元匯價曾經升穿1.1水平，升至近2星期嘅高位，但之後升幅收窄。市場正係密切注視星期五公佈嘅歐洲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，同埋美國第二季經濟增長數據。睇下美元嘅最新匯價。日元105.2，英鎊1.3161，瑞士法郎0.9803，歐元1.1073，加元1.315，澳元0.7506，港元7.7562。轉睇下港元匯價，每百日元7.3721，歐元8.5908，英鎊10.2072，瑞士法郎7.9049048。加元5.8951，澳元5.8218，新西蘭元5.4883，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.785。美國國庫債券價格靠穩，當地最新就業同貿易數據差過預期，令較長期國債孳息率早段跌至2星期嘅低位。但之後市場憧憬日本央行今日結束議息會議之後會放鬆貨幣政策，令投資者承受風險嘅意欲增加，國債吸引力稍為下降。2年期國債息率報0.714厘，10年期報1厘507，30年期長債報2厘233。歐洲股市偏軟，英國萊斯銀行計劃削減成本，抵禦英國公投脱歐可能令到信貸減少嘅負面影響。萊斯股價急跌近6%，其他銀行股亦都受壓。油公司殼牌純利係倒退，亦都影響市場投資氣氛。倫敦富時100指數跌29點，巴黎股市跌26點，德國股市跌44點。國際油價跌近2%，紐約期油有可能錄得1年嚟最大嘅單月跌幅。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42.7美元，跌77美仙，跌幅1.9%，跌至超過3個月嘅低位。倫敦期油收市更加係跌至近4個月低位，報每桶41.14美元，跌78美仙，跌幅1.8%。市場繼續憂慮原油供應過剩，令到油價受壓。紐約同埋倫敦期油今個月以嚟已經係下跌1成5，紐約期油有可能錄得舊年7月以嚟最大嘅單月跌幅。倫敦期油嘅跌幅亦都可能係今年以嚟最大。國際金價升至2星期高位，市場預料美國聯邦儲備局年底前只會加息最多1次，加上當地上星期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升幅比預期大，都令到金價受支持。紐約期金以每盎司1334.6美元收市，升6美元。倫敦黃金賣出價報1335.76美元。睇下其他消息。